大家好，我係4D 班嘅蔡依柔。大家好，我係4A 班劉曉彤。曉彤，你知道邊一位書法家有書聖嘅稱譽嗎？我知道啊，係王羲之。佢字日少，琅琊郡臨沂縣，即今日嘅山東省臨沂市人，係東晉著名嘅書法家，有書聖稱譽。咁你對王羲之呢位書法家又有幾多認識呢？我淨係知道佢最著名嘅作品係《蘭亭序》，你可唔可以多介紹一下王羲之呢位書法家俾我認識呢？當然可以，因為東晉時邊疆民族作亂，人民為躲避戰禍而逃往江南。王羲之當時仲係少年，隨家人南遷。佢年幼時唔善社交，只熱愛書法。傳說佢經常喺池邊練住字，用池水洗筆，時間長咗，一池清水就變咗一池墨水，可見佢多麼勤於練字。睇嚟王羲之真係好勤勞，竟然可以練字練到一池清水變成咗一池墨水。不如等我介紹一下王羲之最著名嘅作品《蘭亭序》。《蘭亭序》又名《蘭亭集序》，有天下第一行書嘅美譽，相傳真跡成為咗唐太宗嘅陪葬品。《蘭亭序》係王羲之與親友飲酒聚會時所創嘅。佢喺席間大序寫下《蘭亭序》，讚歎自然界萬物之美，又感慨時光飛逝，人生有限，表達出百感交集之情。我仲知道呢篇作品嘅精妙之處係意隨不轉，線條如行雲流水。例如全文有20多個之字，但全部寫法都唔同，每一個字嘅妙處都獨一無二。王羲之嘅書法風格係點嘅呢？佢嘅作品又對後世有咩影響呢？王羲之嘅書法風格以行書為主，強調筆勢嘅流暢同埋結構嘅嚴謹。佢善於喺自由同埋規矩之間取得平衡，將書法嘅藝術性同埋實用性完美融合，開創咗中國書法嘅藝術高峰。無論喺行書、草書定係楷書方面，王羲之都創造出獨特嘅風格，為後世書法家樹立咗標杆。喺王羲之呢位偉大嘅書法家身上，我哋可以學到佢嘅刻苦精神。佢為咗練得一手好書法，每日不斷練習。佢呢份毅力好值得我哋去學習。王羲之即使有天賦，但從不自滿，不斷探索，追求卓越，體現咗不懈嘅進取心。我哋身為學生，日日都要以王羲之為榜樣，喺追求學問嘅過程中，要抱有刻苦精神，將來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。今日我哋嘅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